我哋一直都知道青少年沉迷社交媒體對佢哋嘅身心發展有好大影響嘅，但到目前啊，我哋仍然係束手無策嘅。喺美國有唔少人已經入稟咗法庭，控告各個社交平台利用一啲可以令人上癮嘅演算法。美國加州嘅法庭咧最近就裁定一名至少就沉迷社交平台，因而患上咗抑鬱同社交恐懼症嘅女子咧係勝訴啊，判咗2個社交平台要繳交合共600萬美金嘅賠償。新墨西哥州政府早前就控告 Meta 未能夠有效咁避免未成年人士受有害嘅內容影響，亦都獲判勝訴嘅。相信類似嘅判決咧係會越嚟越多，會促使各地嘅政府咧引進一啲規管嘅措施嘅。澳洲喺呢方面走得最前啦，喺跨黨派嘅支持之下，舊年年底就開始禁止16歲以下嘅兒童使用包括 Facebook、IG 等等10幾個社交平台。而印尼最近亦都跟隨澳洲嘅做法，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類似禁令嘅國家。至於特區政府咧，舊年嘅施政報告就話會更新相關嘅指引，亦都成立咗個叫使用電子屏幕及社交媒體對兒童青少年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去指導呢方面嘅工作。不過而家咧就未見有啲咩任何建議啦。我好希望政府唔好只係提出呢啲指引或者係忠告，必須要採取或者起碼試行一啲更加積極嘅規管措施，因為我哋嘅處境咧唔見得比其他地方好嘅。2023年進行嘅調查顯示香港嘅小學生睇屏幕嘅非學習時數係每日4至5個鐘，遠超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以致睡眠不足啦、視力衰退同精神健康嘅問題係越嚟越嚴重啊！我哋未必需要實施澳洲嗰種一刀切禁令嘅，但係大可以要求社交平台唔好喺未成年人嘅賬戶裏面咧係使用令人上癮嘅演算法啦，限制用戶每日嘅使用時數啊，或者係限制佢哋只可以喺日頭使用等等嘅方案嘅。英國政府咧現在正係循呢一個方向咧係探討點樣去規管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嘅。我認為特區政府亦都應該盡快有所行動啦。